前的消息，民进党罗清德昨昏去苗栗参加全国客家青年座谈会，伊答应讲会继续来推动地方创新。也那民众党高文哲针对国民党朱立伦发讲要做执政大联盟的讲法，高文哲讲要是爱价值、政策也有理念会合，才会合作。 被政治控制苏总统大选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罗清德到苗栗参加全国客家青年座谈会，听基层声音甲青年团队交流，承诺若当选总统会继续推动地方创新。国家级的地方创生政策是我担任行政院长提出来的，如果我担任总统，自然而然会持续推广地方创生、国家创新。 罗清德下晡连两场奥运会拢伫台中成立，一支由百工百业成功票源。另外，民众党郭文哲也亲走中南部，继续开拓票源。 到屏东高雄参加两场选票自由会成立大会，强化组织陆战，针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出执政大联盟，关系表示，也是要价值政策理念有合，才能合作。我相信在国会3党不过半的机会很高的，还是要价值啊、政策啊、理念的相合的，所以这一方面的讨论应该要再多一点。 屏东选择自由会成立大会，国体亲信罗南受旗号召支持者，用联合政府团结台湾做口号，要为台湾向南平出发向北，翻转台湾历史。对比列岛电子报董事长高祖嘉进行批评，民众党下袂过罗水溪讲法，国体回击不止下过罗水溪，阁下过高平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